主后2023年6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水的是关系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23篇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半项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埔，带我到清净的水边。伊互我新的气力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正直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的棍、你的拐，互我安稳自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为着我摆设筵席。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款待我做贵宾。听我的杯到满出来，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作伴。我要永远伫上主的厝甲你做伙住。上水的是关系。诗篇23篇是真侪基督徒喜爱的一首诗。这首诗描画的亲像一幅美丽的图，有青草埔、溪水边，幽谷中有平安、得胜的筵席，福杯满溢等等。对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诗中牧者甲羊的关系，就是上帝甲人之间上水的关系。根据约翰福音第10章，当耶稣讲：“我是好的牧人。”好牧人愿意为羊放下性命的时，引发犹太人的纷争。遐个熟悉诗篇23篇的犹太人，当好时随时都听出来，耶稣自称是上帝所设立的君王，甚至是上帝。因认定耶稣亵渎上帝，也是魔鬼附身啊！所以，遐个反对耶稣的犹太人，用脅迫的方式阻止同胞信耶稣。总是也有人坚定跟对耶稣，譬如生来就失明的人，当伊互耶稣医治以后，就算受宗教领袖的威胁，犹原当众来认耶稣是主。是甚物原因，互伊坚信耶稣是主？因为耶稣讲：“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我认捌因，因也跟对我。”属主的人，就算受胁迫，也会继续跟对主，就亲像羊跟对牧者遐尼自然。台湾早期基督教也受到误解甲排斥，宣教师梅干务就捌记载安尼的真实故事。杨福春1875年出世，彰化二林人，厝呢卖古纸。古纸就是民间宗教祭仪会使用的纸模型，一般用伫丧事烧予失世者的纸模型是人所知的。杨福春对一个基督徒朋友嘴呢听到福音就相信，伊的老爸听讲伊信耶稣，就甲伊关踮厝内，常常甲拍，伊放弃信耶稣。一段日子过了后，杨福春挡袂牢，摕刀互老爸讲：“你甲我刣死！我的身躯是你生的，通幸互你。我的灵魂也是属伫上帝。”伊的老爸哭讲：“出在你要跋筊，要啉酒，要食鸦片粉拢好，就是袂当去信耶稣，迄是绝路啊！”为虾米杨福春坚持信耶稣？对伊的爸母和未信主的人来讲，实在拗得理解。基督徒却知影，伊是主所呼召的羊，
后来，伊到台中清水传福音，成做今仔日清水教会的开拓者。今仔日台湾虽然真少有人因为信耶稣受厝内的人压迫，毋过也常常听到基督徒分享，厝内只有家己信主，想要跟对耶稣，却感觉孤单。若夫妻中间只有一人信主，迄种孤单搁较是深刻，因为信仰中上大的喜乐甲愿望，另外一半无法度了解。有一寡兄弟甚至因为安尼问家己：为什么我信甲遮辛苦？不过，当咱倒边问讲，为什么遮尔辛苦，我还愿意坚持信主呢？答案是，因为咱是主的羊，主是咱的牧者，愿意为咱放杀性命。咱认捌主，所以爱听伊的声。信仰有时阵并无需要咱特别做啥物见证，重点是咱知影家己属伫啥，知影家己着听神的声音，坚定信主就是上好的见证。默想，主是我的牧者，我要听探伊，跟对伊。主是我的牧者，我要听探伊，跟对伊。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我属伫你，求你互我认得你的声，走较紧来跟对你，毋是跟对世界的声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